Rolling Action。 I have a dream。 Cut。 好，我哋下一場。喂，老公，你會唔會 over 咗少少啊？嚇，我 OK 喎，人係要有夢想嘅。有夢想都要有本錢先實現到㗎。唉，唔使驚，後生就係我嘅本錢。你仲後生？本錢係可以自己部署嘅。導演，下場 ready 啦。有恒生聚息通人壽保險計劃，就有自主未來嘅本錢。投保第25個月開始，月月有糧出。重點係分量會隨年期遞增，俾到你增長型被動收入，幫你抗埋通脹，有本錢去過理想生活。哇！我終於可以做一個有收入嘅 full time mom， 唔會 miss 咗阿女嘅成長。咁我就唔怕手停口停啦，留多一份家用俾你哋之餘，仲可以完成我自己嘅人生 checklist。有埋人壽保障，第時個 plan 仲可以留俾女女添啊！有本錢，未來就安心晒啦。下個 shot 嚟啦！恒生聚息通人壽保險計劃，增長型被動收入。部署自主本錢，無懼未來多變。而家開戶並投保，即可參加夢想旅途世界旅程大抽獎，贏取10大人生必去之旅、北極郵輪同南非野外之旅。等緊你。